17岁倒球选手叶一点，因为和倒球协会取消参加 WTT 大满贯赛的资格，引起争议。体育署是和协会一日的时间来回应会失的，也毋过哦，协会嘛是无任何动作，体育署就会暂停补助款。署长陈世忠早起嘛表示讲，原则上是先暂停协会活动补助款哦，选手参赛赔款，尤其是黄金计划是拢未受到影响。拄啊，倒球协会嘛发声明，项目理事陈信兰佮呛讲，体育署只听选手的话，就要求协会回失的，是在霸凌协会。倒球协会伫咧体育署所在体育大楼9楼。叶一添的代志引发讨论了后，体育署长陈世忠讲，体育署有去沟通，也毋过倒球协会高层是无来沟通。秘书长到即嘛也无对选手来回失的，敢若伫官网来声明会虚心检讨，但是因为曾志恩搁一届发声未冻结所有的补助。原则上就是针对协会的活动的部分去做补助款的暂停，但不会让它核销。至于选手的参赛以及培训的部分，特别是黄金计划，这些我们不会去取消，也不会暂停。陈世忠讲，选手参赛培训，特别是黄金计划未取消嘛未暂停。而协会一开始声明，选手应该以国家公认为优先，这款的思维伫进前媒体专访嘛讲较精明。网站上有公告说哪里有公开赛又要去打，就打得很累，打到亚运的时候又临时又受伤。这得哈，这老实讲，因为我们两个在训练方面也不大懂啦。事实上，黄金计划规定选手有义务来帮国家来参赛，互协会有这款的认知。陈世忠表示，针对高尔夫、倒球、羽球、网球这寡有职业比赛、职业积分等级的选手，甲股份中心来讨论修正制度。如果选手的成绩已经远高于锦标赛，我们应该让他去追求更高层的赛事，不用去限制他一定要参加锦标赛事，把重点放在青年青少年过渡到职业的阶段，而不是当选手得牌之后再去用这些黄金计划的高额来做锦上添花的动作。陈世忠讲，有甲卢干芬来请教，才了解职业比赛世界选手。甲其他运动种类选手的想法甲处境无同，股份中心咧调整。若是倒球协会，体育署确实无真侪工具去要求一个民间团体，希望透过社会讨论，互协会会当赶紧来导正生态。公司新闻台北报道。